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翻到嚟我嘅 channel。你有冇發現過咗30歲之後，化妝好似唔再係簡單照搬以前嗰套？有時化完妝反而覺得自己個樣唔啱 channel， 但係好似見到啲女明星成40歲都仲係好靚，心入面又會諗啊，點解佢哋會 keep 得咁後生呢？其實每一個人都會經歷呢個嘅轉變，所以今日想同大家輕鬆咁樣講下中年面部嘅轉變同化妝點樣唔同晒，仲會講解下幾個女韓星佢哋3至40歲個樣同埋妝嘅分別。再教你用簡單嘅方法將下垂三角形逆轉翻做上提三角嘅視覺，皮膚睇落去飽滿啲，輪廓突出啲，人都後生啲。其實去到30、40歲，面型會有幾個明顯嘅變化。年輕嘅樣係上提三角，顴骨高，面中線條夠挺，整體嘅重心就喺上半邊面。但係去到中年，面部組織開始流失支撐力，重心就會慢慢落翻去下半邊面，變成倒三角。所以個人睇落去面會長咗，輪廓會唔實淨，同埋多咗一啲嘅陰影位。我哋一齊睇下以下呢幾個明星做一個對比，你就好容易睇到個分別。全智賢後生嗰陣面型係好標準嘅上提三角，顴骨高，蘋果肌飽滿，面中嘅線條好挺，成個樣好有提升感。但係依家你會見到面中線嘅支撐冇以前咁明顯，蘋果肌落咗少少。法令紋多咗啲嘅陰影，輪廓變得柔和少少，佢嘅妝容都跟住變。以前可能淨係打光個蘋果肌，眉形亦都會平啲，睇落去青春自然。但係而家會用多咗嘅 shading 幫輪廓重建，令到重心翻去上半邊面，眉尾微微上揚，眼線都拉高咗少少。所以你會發現佢依然靚，但係靚得更加聰明，係妝感嘅設計令到佢保持上提感。我哋再睇一睇宋智孝，後生嘅時候面型線條通常都比較緊緻。眼皮同眉骨之間距離窄，蘋果肌突出，整體嘅比例係短啲。去到30、40歲，眉骨同額頭嘅位置變得扁啲，眼窩骨會吸收咗少少，眼皮自然垂翻落嚟，雙眼睇落去冇以前咁光。所以你會見到近年佢個妝眉形會拉翻高少少，幫上半邊面做翻個提升。眼線方面亦都會微微畫向上，下眼影都會集中喺下眼角嘅1/3位置，做翻一個上提三角嘅效果。蘋果肌都會加強咗 highlight，令面中睇落去飽滿翻。其實唔一定要化濃妝，只係妝嘅結構往上提升，成個人睇落去都會後生翻。我哋又睇埋林智賢，佢呢一類型嘅面型係骨感型嘅代表。後生嗰陣輪廓清晰，五官集中，但係隨住膠原嘅流失，蘋果肌冇咁挺，下巴嘅線條會變得圓咗，下顎邊輕微鬆咗。妝容上面就靠光影去重建，鼻梁、蘋果肌、顴骨打翻光，用陰影做抓拉，令到面部收翻實啲。另外佢嘅唇妝都有變化，以前係畫得細啲、雅致啲嘅，而家會畫翻豐盈少少，再加翻啲 gloss， 幫下半邊面做翻平衡。3至40歲呢個嘅階段，妝容唔再係遮瑕多啲，睇落去就後生啲，係要令到面部嘅重心翻去上半邊面，所以眉尾、眼尾、胭脂同光影全部都要向上提升。呢一個就係下半 part， 我會示範俾你睇點樣一步步做翻呢個嘅效果。啱啱講過，年輕嘅面部係上提三角，重心喺翻上半邊面；而老花嘅面型就係倒三角，重心喺翻下邊。所以化妝嘅目的就要令重心翻去上面。我會由底妝開始，一步步教你點樣去做翻提升感。首先粉底就要揀啲有光澤感嘅效果，佢就係可以幫我哋提亮膚色，令到我哋嘅皮膚睇落去會有一種飽滿嘅效果。過咗30歲之後，面部會多咗凹陷，好似眼底、法令紋同嘴角，所以我哋嘅底妝就要拎走下垂感呢一個嘅關鍵，攞一支光澤同埋保濕度比較高嘅遮瑕液掃喺呢幾個嘅位置，下垂嘅眼部、凹陷嘅太陽穴同埋面頰，我哋都可以用呢一個方法去做翻提升。陰影棒可以揀一支帶灰調嘅，係奶油嘅質地就會更加好推。喺呢一個下顎角同下顎線，我哋都向前畫，用半推半印嘅方法將佢融入喺底妝上面。顴骨係突出嘅，我哋都會加啲陰影。頭先嘅光影加埋而家嘅陰影，就令到呢條輪廓線清晰同埋實淨好多啦。下巴都加埋陰影，就唔會令到我哋嘅下半面拉長咗。眉形係成個上提妝嘅靈魂。呢個年齡層嘅重點唔係濃，而係方向。喺眉峰高少少落筆，做咗個記號線。眉頭唔好跟住我哋原本嘅位置，要輕輕畫高少少，佢就唔會好斜啦。
眉尾嘅位置唔好畫得太低，亦都唔好畫得太長，因為都會拉低咗面嘅重心。眉色方面就可以俾頭髮嘅顏色淺半度，會感覺輕盈啲嘅。最後就係填翻啲窿位，修飾埋一啲唔平整嘅位，眉形就會順暢一啲。過咗30歲之後，上眼皮都會微微下垂，所以眼妝嘅重點唔係放大，而係提神。畫眼線嘅時候可以輕輕撳住眼皮，可以定啲，眼線會畫喺眼尾，沿住眼型輕輕拉長，眼尾就係下眼線斜上，揾到嗰個嘅角度，就可以做到一個上揚嘅效果。攞少少眼影印喺呢條眼線上面，等佢同我哋嘅眼妝可以更加連貫。下眼角呢個位置用陰影色向上掃，令成個眼型有斜向上嘅效果。呢個嘅方向就係令到眼神自然提升，又唔會覺得個妝好濃。而家仲有好多人習慣掃胭脂嘅時候由笑肌向外掃，但呢個年紀就要改一改手勢啦。胭脂係要放喺顴骨呢個位置，再印上去，將個邊位推開佢就會有一個自然向上嘅效果。再攞一個低飽和度嘅胭脂，掃喺頭先胭脂嘅邊邊位，皮膚睇落去 firm 啲，蘋果肌亦都會飽滿啲。30歲之後，嘴唇同輪廓嘅人中會拉長，所以唇妝要做到提升加飽滿，用唇筆提升上唇嘅弧度，嘴角嘅位置都要畫高啲，唇形就唔會下垂。攞支棉花棒將呢條線插翻柔和啲。唇膏就要揀一支有光澤感嘅，如果唇紋係比較多嘅，就攞一支唇彩掃翻喺中間，唇紋就即刻淡化咗啦。唔需要太濃，只要有光澤，成個下半面就會醒晒。其實妝容唔係為咗去遮住年紀，而係幫我哋每一個嘅階段活出最好嘅一面。識用啱嘅方法，氣質同埋光感都可以 keep 住 young。希望今日嘅 tips 能夠幫你去揾翻屬自己嘅上提三角光感。中意呢一類型嘅內容，可以俾個 like 我，留言訂閱我嘅 channel，亦都可以 follow 埋我嘅 IG，有其他嘅教學短片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